各位，你而家落咗鑊㗎喎，咁就當我俾司機人煮啦，係咪？嗱，我嗰陣時嘅答法就係咁樣嘅，我就話你鎖得住我個人，綁唔住我靈魂。我覺得好簡單，今次嘅判決，無論係由拉人取證，到法庭嘅判決係凸顯咗一樣嘢，就係反對政府係要受到懲罰，反對政府嘅權貴要受到懲罰，反對嘅權貴級別越高，刑期越長，就咁簡單。各位，我榮幸。終於喺我身上，佢話要炒我，要煎我，要炸我。我唔相信香港人係會屈服嘅。我對自己被判坐監毫無悔意，因為我睇到第波經濟就嚟要嚟啦。我覺得我哋5個人係為香港人做咗一件事，就係話我哋係要打倒第保機制，打倒第保機制，個個下來，政治審判開始，政治審判開始，打倒第保機制，打倒第保機制，我有權補選，我有權補選，無需共產黨批准，無需共產黨批准，無需共產黨走狗批准，無需共產黨走狗批准。呢一單嘅案件喺社會上都有好多討論，尤其是當日替補機制諮詢會上面嘅某幾個畫面係被主流媒體大幅地採納去講過，例如係當中撞門入面嘅一啲所謂嘅失序嘅行為啊，咁好多人就將嗰個討論擺咗落去，究竟係唔係示威行動嘅升級？以及示威者與政府之間嘅分歧同埋啲衝突越嚟越激烈，好多時候大家嗰個討論就轉向咗個方向。我覺得我自己本人喺呢件事上面都頗有代表性嘅，就係因為好多時候都冇報導到，因為本人其實係當日係用電話預約咗入場出席呢個諮詢會嘅參與者之一。我其實係輪候緊等候發言，咁而當日發生咗呢個事件之後，我亦都真實地有發言，而呢個就係我被檢控最大嘅原因，就係因為我有發言。所以喺好多討論入邊，大家喺度將個焦點落咗去究竟係咪示威行動進一步升級啊，或者抗爭行動越嚟個手法越嚟越激烈嘅時候，我希望大家考慮到另一方向，唔係話個示威行動又或者係抗爭行動喺任何程度有升級咗。而係對於示威者、對於抗爭者嘅打壓係越嚟越嚴重。呢一單案可以話個分水嶺，尤其是喺呢個特首選舉入邊，我哋都知道，當特首選舉完咗之後，我哋可以預見得到關於政治嘅打壓，對於抗爭者、反對派嘅打壓將會越嚟越嚴重。咁正如長毛所講，我都好榮幸可以喺呢個分水嶺入邊扮演到一個角色。但係無論如何，我哋嘅抗爭係會繼續落去，我哋係會堅持到底，打倒替補機制。打倒替補機制。各位，今次我同鄧耀華啦，係因為替補機制而去科學館呢一個諮詢嘅會場。我哋自己係因為我哋自己係學生嘅身份，因為我哋係香港專上學生聯會。而學聯一直以嚟嘅價值就係要捍衞香港嘅言論自由、人權，而呢一個嘅替補機制正正剝奪嘅就係我哋呢一啲天生嘅平等嘅政治權利。今次被判3個禮拜，絕對係一個以言入罪，係一個政治嘅打壓。我哋上台，我哋當日喺科學館發言，係希望同林瑞麟對話，係希望同林瑞麟講我哋學生、我哋香港人係絕對唔認同呢一個替補機制。係要求佢撤回呢一個嘅替補機制，但係對於當權者、對於在權力嘅人嚟講，我哋嘅進入、我哋嘅發言就係顯示我哋絕對唔會俾佢洗腦，唔會認同佢嘅價值。我哋作
做嘅嘢係侮辱咗佢，侵犯咗佢嘅尊嚴，而侵犯佢嘅尊嚴嘅下場就係我哋落得3個禮拜嘅判刑。而喺呢一件事上面，我相信我同戴建華同埋其他嘅被告者一樣，我哋今次雖然係用個人嘅自由犧牲咗，但我哋希望換嚟嘅係更加多嘅香港人嘅自由。我哋希望更加多嘅香港人係因為呢一個係冇機制，因為呢一個嘅判刑可以企出嚟去指證翻而家呢個荒謬被扭曲嘅政治環境。我哋香港人而家面對俾人剝奪一重一重嘅自由，我哋而家冇我哋嘅言論自由，我哋而家冇我哋嘅集會自由，而我哋被諮詢嘅自由都俾人剝奪埋。呢一個仲算唔算係我哋香港嘅地方？喺嚟緊，就算係我哋面對住呢3個禮拜嘅判刑，我哋都唔會放棄，我哋會繼續堅持喺24號嘅晚會同埋25號嘅集會，去要求選委去杯葛呢一個嘅特首選舉，去還香港人呢個立法雙普選嘅自由。因為今次嘅判刑而家就唔氣餒，我哋相信我哋做嘅嘢係為咗香港未來，我哋嘅下一代甚至以後嘅香港嘅發展而着想，亦都希望各位藉住呢件事，要求立法會去否決呢一個替補機制，唔好俾呢個替補機制落實，去侵犯我哋嘅自由。而接着我哋嘅工作就係喺而家呢個情況之下，我哋已經進入咗一個白色恐怖嘅情況，呢一個嘅公安條例係不斷咁樣用嚟打壓我哋嘅示威者，用呢個所謂嘅joint enterprise 去檢控我哋，希望將我哋呢一啲企喺政權、企喺專裁政府嘅對立面嘅人，逐一消音去滅聲。我哋絕對唔會令到當權者去如願以償，我哋會繼續為我哋嘅相信嘅理念，為我哋嘅民主而繼續發聲同埋行動，亦都希望各位香港市民唔好妥協，繼續行呢條路落去。我今次判咗係3個星期嘅，咁樣我只係喺嗰個會議之前只係嗌咗啲口號，上過台，並冇做過任何嘅嘢。咁樣嘅判刑根本係一個政治嘅打壓，係想威嚇我哋嘅一般嘅人，唔好以後再出嚟有嘅做一個示威抗議行動。我呼籲大家繼續行出嚟做呢個示威抗議行動。沒有抗爭，哪有改變？沒有抗爭，哪有改變？安享到底，安享到底。好啦，我都講幾句啦。我哋而家受到呢個法律嘅打壓啦。我認為咧，所有嘅泛民主派都應該團結起嚟。我喺呢度呼籲嚟緊嘅特首選舉，所有嘅泛民主派選委都要杯葛選舉，唔好進場投票，白票都係唔得。我亦都呼籲泛民主派嘅特首候選人何俊仁都可以公開呼籲團結泛民主派嘅選委，唔好進場投票，因為投票就係犯罪。